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神是赏赐我们丰盛应许的神，阿们吗？阿们。这时候，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你是新生机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新生机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直到夜里各地城墙一片片倒塌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。一起拍手，以喜乐的心来到神面前。你是新生机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，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。你是新生机的神，绝望中赐下盼望，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，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。所以我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直到夜里各地城墙一片片倒塌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。这时候我们要一起赞美我们的神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85章1节说：上主啊，你向顾念你的土地，你让以色列得以重整家园。是的，我们要来到我们的神面前来赞美我们的神，赞美他。他在你眼中是什么样的神呢？是信实的，是怜悯的，是公义的，有慈爱的神吗？这时候我们同声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我们来是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是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，是的，主啊，你是配得赞美，是配得歌颂的主啊，你是主啊，你是掌管世界掌管权力，主啊，你是当你呼求的时候，就来接近我们；当我们求告你的时候，让圣灵就在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的怜悯、你的爱永不断绝，是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不要的宝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个人都站在你的宝座前面来向主你赞美。我们要来祷告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要大大的来赞美你。是的，主，你是那公义的主。是的，主，你是听的祷告的主。是的，主，你是信实，是有怜悯，是有慈爱的主。是的，主，你是把我们带在身边不离不弃的主。主，我们要大大的赞美你，主，因为无论何时，主你总是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要大大的赞美你，因你胜过一切，主啊，因你胜过一切黑暗，胜过一切权势，因为你是那掌权的主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要欢呼，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，直到夜里各地城墙一片片倒塌。所以我要相信，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，直到每个大能应许
主，你爱我们，你宝宝我们，你在圣经中说：“是的，你何等的爱我们。”主，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。圣经里面说，天父何等爱我，不管做对做错，爱我一样多。认识你之后，不再为自己活，愿圣灵帮助我，能经历你更多。深不见底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。按你形象造我，深深认识我。我每一根头发，天赋你都细数过。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主，你爱我们，如繁星一样多。圣经里面说，天父何等爱我，不管做对做错，爱我一样多。认识你之后，不再为自己活，愿圣灵帮助我，能经历你更多。深不见底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。按你形象造我，深深认识我。我每一根头发，天赋你都细数过。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深不见底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。按你形象造我，深深认识我。我每一根头发，天赋你都细数过。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我们每一天都经历上帝的恩典，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5篇2到3节。你赦免了你子民的罪，你宽恕了他们一切的过错，你不再向他们发怒，你收回猛烈的怒气。这礼拜我们有经历好的事情，有经历不好的事情吗？不管我们在线上，还是我们在线下，在实体当中，我想我们都能够来线上感恩，因为我们有这口呼吸，我们就要线上感恩。在这个周末，上个周末到今天，我们短短的时间呢，其实在我们当中，就有人的生命是失去的，就有人的生命是被拯救的，就有人的生命是在这里见证主的。我不知道在这个礼拜你经历了什么样的恩典，但我想我们最大的恩典就是我们有这口呼吸，我们可以来见证主，我们可以来说我们认识的主，所以我们就能够献上感恩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献上我们的感恩。主啊，我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你赏赐我们生命气息，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你在这里，上你的家中，来到主，主啊，你引领我们从黑暗，就还在见证王座。主啊，谢谢你为主的来到神也的恩典，就在主啊，当我们教会今天，让我们更加强烈的时候，主说你的恩典使我站立在这。主啊，当我们开口来赞美你，我们开口来感恩的时候，主啊，愿你今天我们所思的，主啊，愿我们的一切快都摆在你面
们最近在读的约伯记里面，他曾所说出的话，他认识这位上帝是一位赏赐生命的上帝，是一位收取生命的上帝。没有任何人能够从你的手上，主要让人的生命多1分1秒，也没有人能够从你的手上让人的生命少1分1秒，因为这掌权是在于主你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因为我们由此就知道，我们能够有这个呼吸，能够说出话语，透过我们的气息，就是主你的恩典。我们就站立在你的恩典当中，我们就在那一呼一吸之间享受在你的恩典里面。主，所以我们要诉说你的荣耀，我们要彰显你的作为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，我们的感受是真的好像话语说不出来的。但是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仍然活着，让我们仍然能够呼吸，让我们仍然能够用我们的话语来表达我们对你的认识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不论我们经历好坏，不论我们做对做错，主，你的恩典一样多，你的慈爱一样多，你的公义一样多，你的掌权一样多。为此我们献上感谢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。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让我们认识你，就走出自己的眼界，走出自己的限制，走出自己的自以为意，走出自己的过错。因为主，你以恩典来复庇我们，主，你带领我们能够转向到你的面前，你带领我们不再只看自己有没有呼吸心跳，而是我们看见原来有这位赏赐呼吸心跳的主。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为此献上感谢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不坚定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。按你心想造我，深深认识我，我每一根头发，天赋你都细数过，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深不见底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。按你心想造我，深深认识我，我每一根头发，天赋你都细数过。恩典如繁星一样多，我每一根头发，天赋都数过。一根头发，天赋你都细数过。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是的，你们看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吗？是的，看到神在这之中如何引领陪伴你吗？当我们闭上眼寻求他时，我们就经历他同在，知道他要如何带领我们。我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我无法再一人面对，还好有你安慰。
寻寻觅觅，多累，最后还是无解。你说我是多么珍贵，我的生命已被你赎回，要享受你的恩典。耶稣，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，将我抱紧。如果不是有你，我又会在哪里？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。我呼喊你，高举你名，没有人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。我呼喊你，高举你名，没有人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。耶稣，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，将我抱紧。如果不是有你，我又会在哪里？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。耶稣，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，将我抱紧。如果不是有你，我又会在哪里？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。主啊，若不是你，我们今天会在哪里呢？主啊，我们不敢想，但主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思想，因为我们已经站立在这里。主啊，因为你的恩典，主啊，我们今天就得以站立在主你的圣殿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之外，主啊，我们要再次回到主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何以在复活节之后，主啊，我们的心好像没有活起来。主啊，我们这个整个人，主啊，我们好像还在那个阴霾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怎么了？主，你深深知道我们。主啊，愿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摊开我们自己，打开我们自己，在你的面前。我们要请敬拜团再次来带领我们唱副歌，我们将我们自己那个没有办法敞开放开的交在主的面前。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，将我抱紧。如果不是有你，我又会在哪里？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。耶稣，我需要你。耶稣，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，将我抱紧。如果不是有你，如果不是有你，我
我需要你，此时此刻我需要你，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里，将我抱紧。如果不是不是有你，我又会在哪里？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。谢谢主，你定恒的手使我们能够勇敢站立在你面前，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。每一次我们思想到，如果不是你，主，我们今天不知道在哪里。主，如果不是你，主啊，今天就不是我站在这里。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的爱这么深，谢谢你触摸我们的心最深处。主啊，那我们忘记了，主啊，此时此刻浮现在我们的脑海，我们的眼前。主啊，当我们想起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有时候会羞愧。主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主啊，那时候的我怎么会这样？主啊，因着你的恩典，你不是让我们想起，你光照我们，不是要我们羞愧。主啊，你光照我们是要我们回转来归向你，你要我们在你的面前来认我们的罪，求你来赦免。因为主啊，这些若我们没有认我们的罪，我们糊里糊涂，我们用包裹式的认罪，主啊，这些仍然在我们心里最深处，使我们隐隐作痛。甚至时不时就像那个魅影，心灵的魅影，使我们难以入眠，使我们坐立难安，使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怎么了。谢谢主，你已经复活了。主啊，你就是光，主啊，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知罪，我们来认罪，因为你有赦罪之恩，让人知道你是主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要继续求神来光照我们，特别从诗篇85篇接下来的经文当中，如果我们去查诗篇85篇，请坐。我们如果从诗篇85篇，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一篇是以色列人他们亡国之后，他们经过神的手，使他们可以再一次回到他们的故乡，重建圣殿。而他们重建圣殿做什么？不是拿来好看的，他们要拿来敬拜神。而亲爱的大家，我们知道吗？他们可以回去重建他们的圣殿，不是他们护国了，没有，他们仍然在人家的国权下面，在波斯的国权下面，他们还是寄居于人的掌权下，他们还没护国。但是神用诗人来启示，从我们今天一开始的85篇第1节说，我们重新又回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吗？迦南教会在过去20-30年，我们在星期五的晚上，我们是有半宵祷告会，甚至有通宵祷告会。我们的祷告的火是在这里影响北台湾。我们今天光景3排椅子坐不满，我们是比过去更好吗？我们比过去更不需要祷告吗？绝对不是。
绝对不是。此时此刻，我们更需要来吧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我们就来祷告吧，来祷告吧，因为神要呼醒我们，呼醒迦南教会，呼醒在这里的每一位，呼醒在线上的每一位。即便你不是迦南教会，你是神的儿女，如果你今天活着不知道你意义是什么，你不知道神为你死，你要为神活，你不知道你的降生是因为神爱你的话，就是来祷告吧，因为神要让我们显示他那不变的爱，使我们生命才有意义，不然我们活着做什么？所以好不好，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哦，我们一起来读哦，来，请。拯救我们的上帝呀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止息你对我们的愤怒。难道你要永远向我们动怒吗？你的气愤永不止息吗？求你使我们再强盛起来，作为你的子民，我们要颂赞你。上主啊，向我们显示你不变的爱，求你拯救我们。求你要从哪里？从我们先认我们的罪。最近有一个好朋友，他跟我讲，我有件事情忘记了，但现在神竟然光照我在30年前的事。我想起来我得罪神这么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们常常，主啊，我向你认罪，然后是包裹式的，主啊，你已经赦免我了，但我们里面呢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点的时间，恳求了神来光照我们，从一样一样，好不好？你也不必跟人家讲，但是你就是对神说，主啊，怎样？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真的是，如果可以，主啊，我要去对那个人说，主啊，除了对你说求你赦免之外，主啊，我要恢复跟他的关系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打勾，下一样，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主啊，我哪里？主，对了，主，让我想起来了，主啊，我要奉你的名，主，我要来回转归向你，我要来祝福这个人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。最近有很多人正在苦难当中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苦难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，只有平白无故的被挨打的份。主啊，求神你赦免我们。苦难它的意义是像爱的扬声筒，放大主对我们的爱，我们绝对不是那个挨打的份，好不好？求神来光照我们，我们用一段的时间到神的面前，神要复兴我们。什么叫复兴呢？复兴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叫醒我们，使我们灵魂苏醒，他要来拯救我们。求神止息我们对我们的愤怒，我们也在神的面前，他要再次来使我们恢复，让我们健康，身心灵的健康。主向我们显示他不变的爱，他来拯救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开口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，求圣灵来光照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恳求你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来光照我们。主啊，你来光照我们。主，是的，我们需要你。我们主，当我们现在此时此刻，主，我们靠近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那个不合你心意的。主啊，我们跟你的心意，主啊，竟然离这么远。主，谢谢你再次让我们看见，主，我们原来是要你，要扭曲你来复合我们。主啊，若不是你，主，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。主，求你赦免我们。主啊，你赦免我们，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。主啊，我求主你赦免我们，以我们自我为中心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，主啊，你来赦免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看别人比你强。主啊，我们只看这世界上的，
主啊，原来你才是这位最大的，但主我们却忽略了你。主啊，我们恳求你，主啊，恳求你来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在家庭当中，主啊，有几次我们说我们要家庭祭坛，主啊，我们说我们家人之间，主我们要带到你面前，主啊，但是我们所做的都是毁坏家庭，都是毁坏家庭的关系。主，我们恳求你赦免，主，求神你来坚固我们，是让我们重新开始恢复家庭的祭坛，恢复主啊，我们原先跟你的约定。主啊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但是我们忘记了。主啊，恳求你光照我们，在你面前立志我们没有做到的。主，这是我们最痛苦的事。主，我们立志行善，主啊，但由不得我们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你光照我们，赦免我们。谢谢你让我们想起来，我们得罪你，得罪人了。恳求主，恳求主，给我们勇气跟力气。我们除了认我们的罪，我们回转，我们去与人和好。谢谢你帮助我们，我们靠着主你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得胜有余。我们走这恢复的路，有你陪伴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不好？我们继续，我们要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。为我们的肢体，有人特别是最近这几天有人在他们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，甚至已经在主那边。如果他还没信主的，真的是心非常难过，也求神再次用他的话来安慰，来扶持。也有那个急救的也有那个在本来加护病房，但昨天已经在普通病房。当然我们在肢体当中还有那种还在恢复的，还在心里还在混乱的，特别在这段时间是忧郁症好发时期。我们知道我们身边就有好几位游走在人生怎么活下去，我们人真的没办法帮助，唯有主，唯有此时此刻的你我。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。来，我请听主上帝所说的话。如果我们不再走愚昧的道路，他将赐平安给他自己的子民，他必定拯救敬畏他的人，他的荣耀将充满我们的国土。好不好？我们开始来为你所知道的人民或不知道的，但你知道隐隐知道哪一类的人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因为我们的主正在听。线上的朋友，你也把你的手放在你需要主的手来医治你，来恢复你的。我们同时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是的，主啊，你是这一位我们依靠的主。主啊，你自己说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拯救。主啊，你来是主，你要来释放我们，使我那被捆绑的可以得以释放。主啊，使我们的身心灵疲乏的，主，我们能够重新来得力。主啊，你让我们落在那个罪恶当中的人，主啊，因着你慈神爱所，你要来引领来扶持。主啊，那个在忧郁的游走当中，主啊，在想结束自己生命的人，主啊，唯有你可以拯救。
啊，恳求你给他们一点光。主啊，他们在忧郁当中，好像在那黑暗中。主，恳求你用你的光，主啊，你的光来引导，来温暖他们的心。主啊，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唯有来祷告吧。主啊，唯有你用圣灵说不出的叹息。主啊，你为你所爱的儿女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恳求你释放。主啊，你释放。主，从你那里来。主啊，使我们的心被捆绑的，主，我们得以被你来释放。主，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为我们的肢体，他们的心灵，主啊，他们的失落，主，他们在那个痛苦当中，主啊，唯有你与他们同在，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。谢谢主。圣洁公义的阿爸父，谢谢你恩待我这个蒙恩的罪人，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遮盖我，将我从淤泥中扶起，让我可以在这里来为我的弟兄姊妹们祷告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主，你知道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，在线上实体或是在知道我们祷告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主啊，我们当中有在许多的苦难，在病痛，在经济的失丧，在与家人关系的失丧，在我们的生命得不着平安，我们的生命忧虑。主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难处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也曾经接受这样的困难。主啊，但主你说，凡立志敬虔的，不要遭受逼迫。主啊，恳求你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这些在苦难中为你的呼求。主啊，我们不知道苦难是为何而来，常常是我们自己的过犯，也或者是主你所要让我们经历你更信实丰盛的应许。主，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的确感受不到你。主，我恳求你怜悯我们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借着祷告，借着读经，能够来听见主耶稣基督。就像主耶稣基督拯救我苦难的时候，让我走出来的一句话：孩子，你知道吗？你不是自己孤单受苦，我现在在与你一同受苦。主啊，求你让这样的心意能够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苦难中、困苦挣扎中的，都能够听到从父里来的话语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坚固了我，谢谢你拯救了我。主，我要为着这些在病痛中、在苦难世上中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信心需要有你。主，我们的信心盼望来自于主耶稣基督。主，是你因着你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主，求你帮助这些弟兄姊妹看见你奇妙的恩典，坚持我们的信心，不要放弃，因为仇敌总是用各样的谎言攻击我们，说我们不配，说我们犯了罪，说我们没有办法得着医治。主啊，我们奉着你的名宣告，是以主耶稣基督羔羊的宝血以及众圣徒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至死也不放弃。主啊，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让我们坚定的依靠你。谢谢主，谢谢主耶稣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不只在口里面说，在心里面祷告。求你帮助我们用行动回应你的爱。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，主啊，求你叫我们彼此相爱。主啊，我们常常对别人有不了解的论断，就像约伯的3个朋友一样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。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对弟兄姊妹所做的都是出于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爱。谢谢主耶稣基督，因着你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，是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活，让我们可以伸出我们的手，安慰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保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就像你保抱我们一样。感谢赞美主，谢谢主，听我在这里所做的呼求祷告，求你应允我们的祷告，应允我们的呼求，将神迹奇事显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病得医治，心得安慰，灵魂体也健壮。谢谢你，谢谢主耶稣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感谢主，主不只是要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的事，我们更要关心我们国家，因为没有国家就没有了家，好不好？同时我们一起来领受神今天给我们的话语，在几千年前给他的子民，那时候他们没有国家，他就应允今天我们还有我们的国家。有多少人担心2025年、2030年？不用担心，我们要担心是我们离了主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来，请慈爱、忠信，彼此相迎，正义、和平，互相拥抱。人的忠信从地上发出，上帝的公义从天上显现。上主要使我们繁荣，我们的土地必定丰收。公义要走在上主前面，为他预备道路。阿们。主应许给我们是那美好，是完全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现在觉得我们的国家不够好，不是用我们的批评而已，是要用我们的口舌来祷告，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，来守望。神应许给我们的一定会到。我们一起同心为几件事情，在世界的国际局势，美中台三方政治关系的困局，我们都知道。法国的总统一这么说一句话，哇，全部的人都跳起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守望吧。人说的话不够看，我们神说的话才算数。为台湾安全同心合一，物价高涨，民生用品的这个短缺，为我们的内阁、我们的弟兄、我们的这个院长求神陈建仁，我们的弟兄他知道怎么样带领行公义、好怜悯，与神同行，带领我们这个国家归向神，使我们灵魂苏醒，使我们全部的人知道这位神，愿意成为神的儿女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口来一起为我们的国家，为你看不过去的，为你想批评的来祷告吧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主，你应许我们这个国家，主啊，就是要充满了慈爱、忠信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这个国家最缺乏的就是那个忠信，我们需要有一位我们可以跟随的，而这一位就是主你。主，我们需要可以相信的，主啊，就是你天上的国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正义，主啊，你的和平，主啊，在台湾这块土地真正成为台湾这块土地的这个重要的，主啊，这个重要的，主不是人的话，不是策略，主啊，在人就是那个正义和平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让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成为福音的宝岛。主啊，不是人所说的主啊人最美，乃是这个地方有福音最美。因为主你是那美好的主，主啊，你是台湾有施行主你的公义。主啊，你要让我们在这里居住的每一位主都要归向你。主，谢谢你，你的福音要遍传每一个地方。主，谢谢你，让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持续为你的这个国、这个福音宝岛来祷告。谢谢主。是的，主，孩子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为我们的国家目前的处境来祷告。愿你的国降临在我们台湾这块土地，让我们为着美中台三方面的政治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来祷告，让我们能够站在破口中来呼求，求主来怜悯这块台湾这块土地，让我们能够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。我们不断的持续的来祷告，我们相信神你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让台湾的百姓都能够起来，都能够呼求神的名，让台湾的百姓能够居住在这块土地是神所预备这样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悔改，来认罪，为我们台湾这样的一个需要，物价不断的高涨，民生的用品的短缺，因为你是丰盛的主，你必要赐下属天的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，来为我们目前的困境来帮助我们，来让我们知道唯有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帮助是从你而来。我们更要为这样在上掌权的执政掌权的内阁团队来
恳求主，让他们有合一的心，有从属天的智慧来治理台湾这块土地，让他们能够存谦卑的心，能够与神同行，让百姓都能够回转归向你，来治理我们台湾这块土地。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要来悔改，让我们这些百姓的拜偶像的、偏行己路的，我们要来宣告，我要弃绝这一切黑暗权势的捆绑，让祝福来到台湾这块土地，让所有的百姓都能够回转归向你，来复兴我们台湾这块土地。主啊，我们相信我们主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是最美好的，是最让我们是能够享受属天来的这样的一个恩典。谢谢你，让我们在这里的祷告恳求主来垂听。谢谢你恩待我们每个人，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继续要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来读何西阿书来请。我说，你们要为自己开垦荒地，播种正义，收割仁爱。我是上主，现在就是你们该向我的时候，我来使公义如雨降给你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最近都有在听迦南之声，我们就会发现最近都是我们来祷告吧。我们知道有一首歌，我们来祷告吧，中间就有说求圣灵的公义与施降在我们当中，就是这个经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在我们的教会就是来祷告吧，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就是守望，因为教会除了是我们神的家之外，神的殿之外，教会就要教会我们许多事，我们都还不会，是吧？有许多的事情，万一将来的苦难来时，我们都不会怎么处置。我们现在面对苦难的人，我们都不会。最近很多人忧郁想死的，我们都不会陪伴他们。但在教会，神教会我们怎么陪伴他们，就是从祷告开始，就是我们来祷告吧，就来祷告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神给我们的话语，请。为了这个目的，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，求我们的上帝使你们不至于归附他的呼召，愿他用他的大能来帮助你们，实现一切向善的志愿，成就你们凭信心所做的工作。这样，我们主耶稣的名会从你们得荣耀，而你们也要从他得荣耀。这是借着我们的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来的。阿们。神正在做的事情，大事、新事，有没有我们的份？有，阿们。不管你在线上在哪里，就是来祷告吧，祷告就有你的份哦。好，我们要为我们还是每一天校正，从神的话单独会主。从这个月开始，我们都一直在讲祷告，所以我们开始有家庭祭坛。最近有太多人回应我，牧师，我们也可不可以也录一段？当然可以呀。手把手祷告手，这个好像看起来很困难，因为每一天要2分钟，光剪接影片，这个工作量有多大？当我领受的时候说，主啊，这行卖给我啦，我被骂啦，大家已经忙到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主说，你怕什么？你就讲啊，不成就到时候就停，这样就这样而已啊，哪有什么？是我的名，你不用担心。阿们。今天我们手机班的副教授不是基督徒，里面有25个学生愿意，不是基督徒哦，愿意每一个人拿一支影片去做影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他不是基督徒，他做了影片，请问神的话有没有进去？做影片的人，你要不要一听又听再听？感谢主，神的要成就的事情就是这么奇妙，就是这么奇妙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。音乐牧师要邀请，不管线上还是现场的，你的家庭有家庭祭坛，或你有领受，你有看到，录一小段，你人都不一定要在前面，你只要录了一个手把手祷告手，一个经文你所领受的，
还有你的家庭经历的一个经验。今天我要感谢的，我要带到的，最后台语手牵手，祈祷的手都 OK， 1分钟都没问题，2分钟最好不要太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来吧，来吧，我们一起来经历我们的神，不是只有要个人兴起我们，从家庭开始，从家庭的祭场要来燃烧起来，因为主的火已经在每个家庭来点燃了。主要让每一个家庭都起来，就起来祷告吧，好不好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为这几件事情来祷告。4月开始的幼儿亲子礼拜、母亲节儿童主日，还有7月的我们礼拜更新，各牧区的小组的牧养、爱幸福，以及在下个礼拜6的东山关怀活动，我们桌球班正在这礼拜开始夏令营，这些都是福音的这个神要用的，求神来帮助。还有青年营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按照你所领受的，我们开口来为我们教会来祷告吧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。主啊，你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看见主你的意象之外，主，我们就是起来，主，我们就是起来来祷告吧。主啊，因为主啊，你公义的雨势，主啊，降临在这里，降临在台湾，降临在你的教会。主啊，你的教会伫立在台湾的这一个社区，主啊，在桃园很重要的这个社区，主，你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灯塔。主啊，这世界再怎么黑暗，主啊，这世界犹如海岸那样子汹涌，主啊，犹如海岸那样子让人害怕。但是主啊，你让你的教会就成为那个灯塔，主啊，就是成为那个在众海当中，主啊，迷失的人看见那个方向，看见那个盼望，看见主你的引导。主，我们恳求你，你先兼顾你的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。主，我们的灵命跟你对焦，我们的家庭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恳求你来带领，谢谢你让我们同心合一。主，让我们从你开始出发，每一天以你为我们的心，主基督的心为心。主，你是教会的头，我们都是教会。你向你的教会吹一口生命的气息，你要我们领受圣灵，你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。你从初代教会给他们使命，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。谢谢主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使命，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领受这样的福音。今天你要透过你的教会向这个世代来说话，向这个世代来彰显上帝你的全能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权柄，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在地上释放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阿们。当我们奉主的名，2人以上同心合意祷告，主你的应许就是说，没有不能够成就的。阿们。主奉你名来祝福你的教会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当我们奉你的名宣告神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意要成全的时候，在天上也要这样的应许。主，谢谢你，借着你的教会，借着我们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跟你有好的关系，建立属灵的关系，在每一个家庭建立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祭坛，祷告的祭坛。主，你透过祷告这样的一个秘诀，使我们能够支取属天的能力，使我们能够进到神你为我们征战得胜的能力。谢谢耶稣，让我们借着教会所做的每一件事工，要使人得益处、得喜悦，并且能够建立他们的德性。阿们。这是你给教会双福的宣教意向。谢谢主，兴起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不小看他们年轻，也不小看他们年长，因为你要兴起每一个世代，从儿童、年轻人、成人、壮年，一直到年长者。主，你要使用每一个愿意被你使用的弟兄姐妹，当他们开口就诉说神你的大能，当他们开口就看见神你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，当他们开口说福音的时候，神你复活的大能就充满在弟兄姐妹身上。阿们。他们要放胆来传讲你的话语，传讲你的福音。
谢谢主，今天你兴起你的教会，让迦南教会对着社区、对着这些的百姓来说，愿你们平安。主，这是你复活之后，向这些关起门在惧怕的这些门徒，我们看见他们领受了圣灵，他们勇敢的向人诉说主你复活的大能，你复活的信息。今天我们也要透过你的教会，能够兴起更多愿意敢跟他们的亲友，敢跟这个社区的朋友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因为耶稣爱你们。谢谢耶稣，我们透过许许多多这些的福音行动、关怀行动，就是为了要把人带到主你的面前，同得福音的好处。谢谢主，将你圣灵的大能、复活的大能就充满在你的教会。阿们。让我们勇敢的起来，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主，你就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、神迹奇事充满在你的教会。阿们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，勇敢站立。我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我无法再一人面对，还好有你安慰，温柔为我擦泪。
耶稣，因为你，我们有盼望。耶稣，因为你，让我们的罪与你同定。耶稣，因为你，让我们的病痛因着你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耶稣，因为你，让我们在胆怯害怕的当中，有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。谢谢耶稣，因为有你，所以我们可以为人来守望祷告。因为有你，我们有勇气能够向人诉说你奇妙的大能。谢谢主，因为你复活的大能使我们重新得力。因为你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够靠着你给我们的力量，继续来奔跑在神你为我们所预备恩典之路。谢谢耶稣，今天晚上的祷告，愿你来垂听；今天晚上的敬拜赞美，愿你来悦纳；今天我们晚上的祈求祷告，愿你赐下你的恩典、医治、供应，临到你的弟兄、你的百姓敬虔的人的身上。谢谢耶稣，愿主耶稣基督，你在十字架上胜过死亡权势，复活的大能就充满在我们弟兄姐妹，不管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，愿你与他们同在，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主。天父，求你将你永恒的慈爱向我们来彰显，特别在那一些彷徨无助的人，在那一些心里面忧郁不安的这一些弟兄姐妹身上，伸出你大能的手，保抱他们，安慰他们，扶持他们。愿主圣灵，就是主耶稣所赏赐给教会、赏赐给我们的圣灵上帝，我们要靠着你所给我们的大能，我们勇敢的与人分享主你所带来的盼望好消息。主圣灵充满我们的心，你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要得着自由。主圣灵，我们恳求你充满在那些，特别是在加护病房，在这些病痛的弟兄姐妹，听到这些危急可能发出这些病危的消息的时候，他们心里不惧怕，因为他们靠着主圣灵给他们的力量，凡事都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，能够胜过这些的病痛。谢谢耶稣，愿你的宝血再次遮盖我们，好叫我们身心灵得着释放，灵魂体得着兴盛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我们主。愿主的平安与大家同在，我们彼此来祝福，彼此来祝福，说愿你平安，愿你平安。